我看一下，好，大家拢真有观念吼，这喙炎拢有挂起来真好，因为我顶礼拜确诊了吼，到今仔日已经12天啊，即摆病毒真正是不止啊厉害吼，即摆佫有鼻音佫足重的安尼，新闻嘛有报啦吼，讲今年迄偌奇怪，迄天气吼足热的，毋过迄嘛是足侪人拢破病啦吼，无照以往的经验，伊个是讲热天吼较袂迄落传染，热天爱挂喙炎哦，其实是真正无讲真舒适啦吼，毋过为着家己的安全吼，身体的健康，这喙炎嘛是咱出伫即落教会啊吼，公共场所嘛是家己爱较注意啦吼。即时时间已经到，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了阮的一礼拜平安。伫个礼拜早起时，阁引带阮到你的圣殿来聚会、来敬拜俄罗你。主啊，求你即时圣神，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弟弟，互阮的心安静落来，互阮普通时阮的烦恼、咱担心的代志，会使带到你的面前来，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来看顾。今仔日是少年团契的主日，嘛求你的圣神，甲遮少年弟弟，互因伫服侍的时阵，会对遐得到你所想事的快乐。当然，阮今日礼拜，阮将今日定事为头到尾，拢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遮做伙来敬拜伊。即马咱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唱即首诗歌《伫你宝座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拢归伫咱的上帝。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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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冠冕，拢归伫咱的上帝。你靠永永远远，伫你宝座前。我的敬拜，我鼓掌就大声敬拜，望救恩，归你宝座顶上的，归你宝座前，就你在上敬拜，好万高万邦，比天顶高，望救恩，归你宝座顶上的。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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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拢归伫咱的上帝。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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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冠冕，拢归伫咱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
所领上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同归的完美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颂赞冠冕，同归的完美上帝，要永远光华。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伫你的宝座前来敬拜，来荣耀你的名，嘛会当互咱来献就咱的祈祷。咱的祈祷，上帝拢听到。咱的祈祷是有气力的，是会当改变一切艰苦的。咱的祈祷，上帝拢听到。请咱即时用即首欢喜的诗歌，祷告的力量，来做咱敬拜礼拜前的敬拜。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至今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至今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
礼拜就要开始，请大家别慢心。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播扬伊的作为，着对吟诗咏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即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0首。细汉囡仔学老提拔，圣诗第30首。细汉囡仔学老提拔。细汉囡仔学老提拔，伊疼咱，伊疼咱。细汉囡仔学老提拔，伊疼咱，伊疼咱。请起立来吟全首。细汉囡仔学老提拔，伊疼咱，伊疼咱。细汉囡仔。请坐。请陈玉章兄弟带咱用主祷文来祈祷。咱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能到，
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真人仆兄弟带咱来启应。请咱做伙来启应，伫新信息的后面，第57篇，就是约翰福音15章。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请陈佳琪姊妹带咱祈祷。请咱同心来祈祷。疼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伫阮还袂出世，你就放阮来疼阮。有时阮有切失错，求你赦免阮的罪过，互每一日的透早拢是新的一天，互阮每一天经历你的疼甲同在。感谢你，互阮伫文山教会诚做一家人，互阮伫教会中间服侍彼此相疼，互阮透过礼拜更加明白你。阮要行今仔日的礼拜，毋茫伫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王永英姊妹带咱来读上帝的话。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耶稣阁讲，有一个人有2个囝。细汉的甲老爸讲：“阿爸，我应该得到的财产，请你分互我。”老爸就将财产分互因2个。过无几日，细汉囝将所得到全部的财产拢换做现金，然后厝外去真远的所在，伫遐放荡，钱乌白开。伊所有的拢开了的时，拄好迄所在发生大惊慌。伊才知欠亏的艰苦，伊就去互迄所在一个人请，迄个人叫伊去园里饲猪。伊枵甲想要摕猪
得食的豆碗只枵，毋过连即人嘛无互伊。后来伊觉醒讲，阮老爸有遐尼济请工，因拢有面通食，阁食到有剩，毋过我伫遮得要枵死。我爬起来，转去我的老爸遐，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嘛有得罪你，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请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伊就出发转去老爸遐，伊离因兜也真远，老爸就看到伊，心真毋甘，赶紧行我去甲伊揽咧，直直甲伊斟。囝就对老爸讲：阿爸，我有得罪天，嘛有得罪你，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毋过老爸甲仆人讲，赶紧遐上好的外袍来甲伊穿，甲伊挂手指，阁甲伊穿鞋，煞牵迄只肥的牛仔囝来台来庆祝，因为我即个囝是死去又阁活，失落又阁得着，因就开始庆祝。即是请少年团课诗班来献诗，所要用的是《爱的大家庭》。请李和传道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
阮的阿爸爸。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阮搁组织伫遮，做伙来领受对上帝来的信息。伫讲道开始以前，咱做伙来祈祷。充满听甲怜悯的阿爸爸上帝，阮即时当来到你为阮所备办的厝内面，要来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将阮揽调调的听。阮将以下祈祷的讲道的时间，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的神临在伫阮每一位属伫你的囝儿的心内。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拄仔管成长老有讲吼，最近咧疫情，其实我嘛着啊，毋过我是着诺罗，所以我的声嘛是无介好，请大家多多包涵安尼。今仔敢有真特别，今仔是青少年主日，看到遮个青少年伫遐唱歌，其实我想强要去流目屎。我感觉哇，因真正对我来讲，我感觉一冬的时间，我看去因的关系，搁伫团契内底有真侪的变化。我感觉当因咧唱即首诗歌的时阵，我感觉真感动。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恁敢有记得恁顶一届甲恁的老爸相认的时阵是啥物时阵？你敢有印象？我的印象是有一届有一个牧师来到阮的教会，然后办一个迄种灵命更新的课程。结果伊就叫我点着我甲阮爸爸起来演戏，就是演《龙珠回头》这段。我演龙珠，阮爸爸演迄个爸爸，嘿。结果伊就讲来，即摆恁两个爱相认，哇！对我来讲真正是足难摇的，就是讲安尼，嘿。你知影两个查甫人咧要做即种的动作是真正是敢无介舒服吼。搁第二届就是结婚的时阵，谢亲恩的时阵啊，就即两届尔。无剩的我真正无印象，阮爸爸有甲我揽过。但是今仔日的即个祈祷，今仔即篇讲道，我想要带领大家做伙来经历天父上帝甲恁揽调调的即款的听。今仔日的主题叫做阮的阿爸爸。今仔我要开始进入主祷文的第一系列讲道的第一讲。伫主祷文内底，耶稣第一句讲的就是啥物？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1章。当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讲：“主啊，请你来教导阮要安怎来祈祷。”所以耶稣伊就甲因教，讲：“恁祈祷的时阵，就安尼讲：爸啊，愿你的名，愿你的圣名受尊重。”这就是主祷文伊出现的一个背景。毋知影各位兄弟姊妹伫咧恁平常时的祈祷的过程中，你是怎样的感觉？你是讲亲像咧例行公事，要食饭之前食一喙无祈祷，阿免，是安尼的祈祷吗？也是讲恁咧祈祷的时阵，恁祈祷的对象到底是啥？你可能会讲当然上帝无是啥？这位上帝对恁来讲，是啥物款的上帝？是家你会甲你先处罚的上帝吗？还是会伫你受伤的时阵甲你医治的上帝？咱来知影，咱对上帝的认捌有偌尔深，偌尔宽，咱的祈祷就会当进入到偌尔深、偌尔宽的即个程度。所以，当咱真正有了解上帝无共款的即个面相的时阵，特质的时阵，咱就会，咱的祈祷就法度带出无共款的即种程度。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天父上帝是咱的阿爸爸的即个面相。伫今仔日的即个经文故事内底，真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当咱看到整个路加福音15章的时阵，咱会看到中间有3个譬如。第一个譬如就是迄个羊走无去，有无？找到真欢喜迄个。第二个是啥物？钱拍无去，然后找到嘛真欢喜。第三个故事就是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浪子回头的故事。伊咧讲的是啥物？伊咧讲的就是思上巡回甲欢喜庆祝即个过程。就是失丧
找回来，佮欢喜来庆祝的即个过程。所以伫15章开始，法利赛人甲律法师因开始因为耶稣甲遐个罪人，也是讲遐因认为无清气的人，同齐倒咧食饭，感觉真无欢喜。耶稣嘛当然知影因的心思是啥物，所以耶稣伊就透过即3个比喻，要甲法利赛人甲律法师来讲，无论是恁，也是遐恁认为是犯罪、无不配、无清气的人。恁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刷落来后半年，咱要做伙进入主祷文的即个系列讲道。咱的教会顶半年是用啥物来做迄个信仰告别？是用啥物？辅导圣经吼，是吗？好，若后半年对即马开始7月份开始要用啥物？要用主祷文来成做咱的祈祷。主祷文会当来帮助咱学习要怎样天父上帝来祈祷，这拢是为着要来帮助咱伫信仰的生活中间，会当真实来活出做上帝囝儿荣耀的身份，佮有美好的生活的款式。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耶稣伊伫即个世间，伊毋若是真做退俗的即个羊羔尔，另外一方面真重要。就是伊咱来显现，咱甲上帝的关系会当起做到啥物款的程度，就是亲像爸仔囝的即款的关系，遮尔亲密。所以耶稣伊透过伊的祈祷，甲伊的比喻来咱来显现，来启示讲，既若相信上帝的人，拢会当甲上帝来起做爸甲囝儿是说即款的关系。所以这毋若是人甲神明安尼的关系尔，你是进入一个真实的疼、真实的关系中间。这嘛是耶和华上帝，就是咱的阿爸爸，伊时刻对咱每一个人所发出的邀请，就是邀请咱每一个人，回来到伊的厝内面来成做伊的囝儿。所以今仔日这个故事其实大家拢真熟悉吼。无，甚至是遐毋是基督徒的，可能拢加减有听过即款的故事。即段故事嘛，时常诚侪人咧讲道的过程中间的题目。伊时常咧讲即个龙主啊是安怎悔改啦，安怎进入即个恩典内底啦，还是讲即个大囝啊，伊伫恩典内底总是伊无明白、无了解，伊就是生活伫即个恩典内底。但是今仔日我想要甲即个焦点放伫。歹势流片，我想要把这个焦点放伫这两个囝甲这个老爸之间这个爸仔囝的这个关系内底。我要互大家去体会到，迄个老爸伊的疼是怎样的。所以，迄个放荡的囝，伊为虾米要离开这个厝？当我进入到这个角色伊的心理状态的时阵，我咧想，可能这我推论的就好，甲大家分享。伫咧长期以来，即个囡仔可能伫即个细囝，可能伫自细汉就，互大家拢甲即个大兄来比较，因为即个大兄看起来是安怎？是一个负责任，有无？乖，听老爸的话的人，而且佫会当甲代志拢做甲真好的人。所以即中间一定足侪比较。所以大家拢讲你哥哥遮优秀，啥那你安尼扑龙讲，也是讲恁哥哥拢啥物代志拢做甲好好，啥那你拢拉达浪西，对毋对？所以。伫即款的比较中间，即个囡仔大汉，伊对家己无自信，而且伊阁想要证明伊家己的价值，所以滴到伊安怎？伊想要去到一个无伊阿兄的所在，重新开始伊的人生啊！伊要去到一个无阁有比较的所在，所以当伊甲伊老爸摕遮的财产的时阵，伊是想要安怎？伊想要去另外一个所在闯天下，伊想要去证明伊家己的实力到底。总是嘛知影吼，这个温室的花朵去到社会，就是经历社会的报答，就是即摆迄个少年人咧讲的，每天都在社会当中经历社会的摧残安尼。伊可能是伫中间，伊无真好的即个自我管理，也是讲一寡真好的即个头壳，滴到伊伫遐。将伊所有的钱财拢败了了。伊去到即个社会，伊无法度来适应。结果伫即个故事中间，佫有一个雪上加霜，就是伊去的迄个所在，佫面对着大饥荒。
伊失去伊所有的一切，所以只好去人的猪条内底帮人饲猪，甚至伊枵甲想要去食人饲猪的迄种豆碗来止枵。最后，伊咧迄个过程中间，一无所有的过程中间，伊觉醒啊，讲无咧，我的老爸，就算讲因兜上无地位的遮个仆人，拢有物件通食，食甲阁有剩。为虾米我无爱回去我的老爸的厝内做伊的仆人就好？亲爱兄弟姊妹，伫这个时，这个细囝，伊伫绝境的中间，伫一无所有的中间，伊总算弃杀伊所有的自尊，伊的骄傲。伊觉醒，伊想要，伊发现讲，伊所做的代志，对伊的老爸来讲，是偌尔啊伤害的代志。伊只想要回去到老爸伊厝内面，做老爸的工人，因为伊认为伊已经无资格成做老爸的囝。过来就要进入到这个故事，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伊回去到老爸的厝内时阵，咱应该心内拢有迄个画面。迄个画面就是伊远远伫遐，老爸是毋是拢会伫门安尼探咧，看囝有回来无？远远看到迄个囝来的时阵，安怎？赶紧甲走过，然后甲揽咧。你会当想哦，迄个囡仔伫遐咧饲猪饲遮久，一定是足臭足垃圾的。总是伊的老爸啥物拢毋管啊，伊的老爸甲揽咧，甲浸，叫人甲外泡，甲手指鞋仔拢甲伊穿起来，而且佫刣肥的牛仔囝要来庆祝。这个代志拢代表是啥物？代表伊的老爸马上伫伊悔改回来到这个厝内面的时阵，就要恢复伊做囝的身份，互伊完整得到这个囝的权柄、荣耀佮身份。这是偌尔大的恩典。所以耶稣嘛透过这个故事，要邀请所有失丧、活伫罪恶中，也是讲甚至是活伫忧伤、艰难中间的人，回来到阿爸爸上帝的厝内面。阿爸爸上帝要重新来恢复着咱的身份。这是一个囝成做奴仆，佮恢复成做囝儿的一个故事。对咱来讲，咱是奴仆也是囝儿。保罗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例，伊时常伫咧伊所写的批信内底，讲家己是上帝的奴仆。迄个奴仆伫咧希腊的原文内底叫 doulos 是咧讲的是真正是迄种奴隶的迄种哦，是无家己自由的迄种奴隶哦。为虾米伊会安尼讲？但是伊讲安尼，伊讲伊是奴仆的即个过程，伊阁甲大家教导讲啥物？伊讲，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圣心，毋是要互恁阁倒转去做奴隶，要生活伫惊吓中。恁领受的圣心，要互恁成做上帝的囝儿。靠即位圣心，咱通大声叫阿爸爸啊！咱感觉真奇怪，伊讲家己是奴仆，但是佫讲领受圣心，咱会变上帝的囝儿。伊要表明的是讲，咱本来拢是罪的奴仆，受到罪的来掌管。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咱成做义的奴仆，义的奴仆。幸福伫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总是安尼是无够的。咱搁爱伫圣心内底来更新咱的身份。为虾米咱需要来更新咱的身份？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咱甲天父上帝所建立的迄个亲密的关系。只有咱回来到囝儿的身份，咱才有法度甲上帝起做迄种亲像耶稣甲天父上帝迄种亲密的关系。这就是耶稣要带互咱正兄弟姊妹的一个教导甲启示，就是咱应该爱回去到甲上帝有一个爸仔囝的关系内底。所以耶稣伊教导的祈祷一开始就讲，阮伫天顶的爸，这就是要互咱每一位基督徒清楚知影，咱祈祷的对象是啥。这嘛互咱成做甲上帝起做关系的起点。马丁路德讲，伊讲，只有咱开始称呼上帝做阿爸爸的时阵，上帝就会真实
来成做迄个慈悲疼痛的上帝。咱也会成做受伊疼痛的囝儿。咱嘛会因为安尼知影，咱是伊所疼的，所以咱就会当勇敢壮大来向伊祈祷。这是咱的权柄，咱的身份，这是咱甲上帝会当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今仔日故事的事件嘛，代表每一位受伤、伫疼内底受伤、伫疼内底无满足的人，想要透过家己的困难甲努力，想要来超找、来证明人生家己的生命的价值甲意义。有时阵，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是安尼，伫世间上透过侪的方式，想要来证明家己是有价值的。总是当咱进入到这个比较的关系的时阵，疼就无伫咱的中间。所以无论是细囝，也是迄个大汉囝，因拢是无论是迄个伫外面流浪的细汉囝，也是讲伫即个厝内面的大汉囝，因一个是一无所有，一个是丰盛不无，总是因两个拢活甲亲像是一个孤儿。因对因的老爸无正确的疼，直到因伫温殿内底，因毋知影，直到因走撞受伤，因才发现上帝的疼，就伫遐咧等伊。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咱嘛是安尼，有时阵咱伫即个厝内面生活，总是生活甲亲像一个孤儿；有时阵咱生活亲像一个浪子。咱伫即个信仰的家庭、属灵的家庭内底，已经久久的时间，总是咱有时阵无真正体验到甲上帝迄种亲密，亲像爸仔囝的关系。直到咱犹原来行行，犹原孤单，犹原无平安。所以团队今仔要透过即个故事来邀请所有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开始来行往即条回家的道路。这条道路有5个原则，会当帮助大家来找到回家的道路。第一个，咱爱觉醒，就是醒悟。咱必须爱来觉醒，伫咱现在的生活中间，啥物是咱需要脱离的环境，也是事物。就亲像迄个细囝，伊脱离迄个低调，伊必须爱知影，伊有一个愿意离开的心。咱一定爱有一个愿意离开即个错误的环境甲事物的心。第二个，咱爱来认罪。迄位细囝，伊对家己一个自私、骄傲，变到伊是一个谦卑悔改的人。即个过程就亲像耶稣讲的，要进入天国的人，就是谦卑亲像囡仔的人。也因为安尼，咱需要谦卑悔改。承认咱的性命需要上帝完全的疼进入咱的心内。第三，咱来饶赦，咱需要来饶赦咱的父母，也是讲伫咱的性命中间有权柄的人，无论是学校的老师，也是讲同事，也是讲长辈，甚至是讲对咱的性命有影响力的人。有时阵，遮个人因无法度完整、正确的来咱来展现天父上帝的疼，直到咱对天父上帝的疼有误解、有错误的感觉，所以咱有必须爱知影，其实人是无完美的，也因为安尼，咱需要来饶赦，因是有软弱的，因嘛是需要天父上帝的疼的。只有安尼，咱才有法度放下这一切的伤害，甲天父上帝建立一个好的亲密的关系。因为有时阵，你若是甲一个受到爸爸家暴的囡仔讲，天父上帝足疼你的，我甲你讲，伊惊到要死。因为对伊来讲，迄种疼就是一天到晚照3顿甲拍。所以咱必须爱先来将即个伤害来医治了后，咱才有法度对天父上帝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第四，以天父上帝的厝成做疼的源头。若是现在咱是透过啥物款的关系，也是啥物款的代志，也是讲人的认同，也是讲物质生活的顶悬，想要来得到满足。团队想要邀请大家来思考看卖，
虽然追求上帝的疼来充满是需要一段时间甲努力的，但是总是当咱来找到耶稣天父上帝的疼的时阵，迄就是真正啉了袂过喙焦的活命的水泉。有时阵咱想要透过生活一寡代志，也是讲咱所趁的钱，也是讲咱伫别人面头前去做的即款的名声，也是讲地位，来证明家己的价值，就亲像即个世界共款。总是咱世一年了，发现咱犹原无满足，因为真正会当满足咱的心的，只有天父上帝的疼。第5点，来期待天父上帝的怀抱。侪基督徒伫咧犯罪的过程中间，就亲像阿当甲夏娃密起来，因为惊吓上帝会甲审判，会甲惩罚。这是因为咱对罪有所带来的见效甲惊吓。但是伫即段的故事内底，咱看到一个真实悔改、忧伤痛悔的一个心，上帝伊无看轻，而且伊要用所有的疼来包围即个受伤、受到需要安慰、医治的心。所以，当咱有犯罪，当咱受到伤害、惊吓的时阵，请咱每一个人爱期待用走的手刀，走等于天父上帝的怀抱内底，因为伊要用所有的疼来甲你揽条条。即届阮少年团契的生活营的主题就是啥物？甲你揽条条，就是要讲即款的疼。我想。追求疼的需要，一直拢是人类一生终极的目标。总是伤少的人来了解、明白天父上帝的疼，直到咱拢用错误的方式来敲找即个疼的充满。侪人伫咧错误的关系中间敲找一个归属，伫咧物质的生活中间来敲找生命的价值。总是有一天，当咱觉醒的时阵，咱就发现讲。迄就是咱爱回来到上帝的面头前的时刻。今仔是少年主日，今仔日少年主日的主题叫做“疼的大家庭”。阮的目标就是要伫团契的关系中间同齐敲找天父上帝的疼，并且用即款的疼来彼此相疼，建立亲像兄弟姊妹的关系。伫今年的4月份的生活营，阮每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头前祈祷，立一个誓约。即个誓约就是阮每一个人愿意用上帝的疼来起造阮的团契。所以，阮每一个人，毋知影大家有看到即个幼心手中摕即个树啊？阮每一个人用阮的手印，将即个树啊完成。即个树啊代表的是啥物？这就是阮少年团契疼的一个大树，爱的大树。这表明讲，阮每一个人拢愿意委身伫即个团契内底，然后用天父上帝的疼来彼此相疼，愿意建立一个亲像兄弟姊妹亲密的关系。所以我真期待，遮个少年人会当来到教会甲团契中间的时，透过兄弟姊妹的关心相疼。互因看见天父上帝是偌尔啊疼因，而且早着想述因生命充满价值的计划伫因的身躯顶。透过团契契友彼此来学习相疼的功课，建立一个有天父上帝的疼的关系的团契。互侪的青少年来到少年团契的时阵，来到遮个团契中间，会当得到接纳、得到包容、得到鼓励、陪伴，然后因的生命恢复。有自信，有疼，这就是阮想要起造的少年团契。所以真正嘛邀请所有的兄弟姊妹来为着文山教会的玛纳团契、少年团契、主日学，遮所有的囡仔来代祷、来奉献，献上咱的关心。这是咱每一个人伫咧文山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庭，真做大人应该爱负担的责任。因每一个囡仔拢是咱上帝交托予咱的责任，咱必须爱用上帝的疼来疼因、关心因。咱对待因的方式，就爱互因看见天父上帝的疼伫咱的中间。
所以我要讲天父上帝的疼到底伫倒位？伫文山教会。顶礼拜咱的教会举办儿童夏令营，经过三日的即个营会，我看见天父上帝的疼，就伫咱的中间啊。透过遮个同工的委身甲付出，互侪囡仔，甚至是毋是教会内底的囡仔，因拢体验到带着上帝天父上帝形象的疼，伫因的身躯边。当我咧整理即3工的即个影片、相片的时阵，我心中有深深的感动。营会中间每一个笑容，拢代表上帝的疼，就伫咱的中间的一个证明。侪兄弟姊妹送点心来互阮食，而且妇女同工佮为阮准备好食的午餐。所有的青年同工努力为心来付出来服侍，这拢是因为天父上帝疼伫咱的中间。所以我这煞来想要甲大家来分享一段影片，这个影片会当互恁知影天父上帝的疼，就伫咱的中间。梦想在我心头，一路想不开，有人独自停留。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拥抱不放手。我有一个梦，就是希望所有来到文山教会的人，拢会当体验到阿爸爸上帝极大美好的疼。我希望每一个人会当互阿爸爸上帝的疼来充满，因为咱拢是上帝的疼内面所创造、所精选的。咱是阿爸爸上帝的宝贝，咱的生命的价值，并毋是别人会当来定义的。只有咱的阿爸爸上帝，才会当来定义咱生命的价值。这时阵，少年团体要来甲大家分享一首诗歌，《爱使我们勇敢》。因为有阿爸爸上帝的疼，互阮勇敢伫团契内底付出疼，互阮愿意彼此饶恕、彼此相揽，愿意用伫即个团契内底活出天父上帝的疼。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爱使我们勇敢》。所有兄弟姊妹站起来，甲阮做伙来唱这首诗歌。牵起手来，勇敢去爱，勇敢去爱。
互阮彼此原谅，彼此和好，合一伫上帝的疼内面，诚做兄弟姊妹，同齐来领受天父上帝的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阿爸爸上帝，你的疼实在奇妙，你的疼充满伫阮每一个诚做你囝儿的人的心上。当阮伫即个世间超找袂着家己的价值的时阵，也是有侪侪伤害、艰苦压砍阮的时阵，天父上帝，你的疼就临在伫阮每一个诚做你囝儿的人的心上。互阮每一个人伫教会中间来体验到，互天父上帝的疼来充满，是偌尔美好的代志。阮愿意伫阮的生活中间建立甲你亲像爸仔囝即款亲密的关系。求你时刻透过圣神伫阮的心内来提醒、来陪伴、安慰，阮来启示天父上帝的疼是怎样的疼。求你继续来引带所有文山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伫你天父上帝的疼内面，会当来生命得到健康，生命得到喜乐，生命来得到永远的平安甲毋忘，互阮每一个人真正伫即个世间，亲像伫咧天顶安尼，即款的快乐，即款的幸福。阮将所有兄弟姊妹甲你的关系，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时刻来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坐。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新信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予我，经我卑微小可的人，予我甲伊共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身倚靠，会得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圣诗184首，请起立用全手。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予我，经我卑微小可的人，予我甲伊共活，因为我亲的救主，若真心倚靠，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耶稣恩典哪会遐深，充满伫我心内。为你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
请坐，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这时请许伯恩兄弟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请咱同齐来读经句2遍。因为恁毋是受着肉搏的刑，得到得惊吓，就是受着势力做囝的刑。对安尼，咱就讲阿爸、爸啊，罗马书8章15节。因为恁毋是受着肉搏的刑，得到搁惊吓，就是受着势力做囝的刑。对安尼，咱就讲阿爸、爸啊，罗马书8章15节。咱来看后礼拜的圣工分担，领手是赖韵如丢老，司礼是黄文宏丢老，司经是庄义玲传道娘，献诗是南湖教会，司献是张恩兴执事甲张景伦执事，交代是张恩兴执事，朱月贤姊妹，音控是陈佑珍兄弟甲周宏邦兄弟，讲告的经理是王福胜牧师。后礼拜3的查经基督会，主理是李和传道师，司会是赖韵如丢老。经文是出埃及记第16章。后礼拜的第一礼拜，主理是王福胜牧师。经文是伫哈该书第1章13到15节。
题目是上帝要帮赞。客英文新信息甲根据，请大家来准备。即马咱现伫主报的第6页，咱来看今仔日的教会消息报告。今仔日是少年团契，感谢上帝，互少年团契每一个人会当参与伫今仔日第一礼拜的活塞，嘛请大家继续为着少年团契每一个人来关心来带导。第一点是咱2024年上半年度的检校通知，后主日上午10点伫大会议室来办理检校。请团契的财务同工准备上半年度的上谱甲现金明细表来上检。第二点是儿童主日学的升级徽章征稿活动，主日学要准备一个升级徽章的计划，请大家来做伙来参加伫即个活动顶面。相关的资讯，请大家家己来注意甲看。若是有问题，会当来问王思慧姊妹。第三点是后主日是邀请泰雅儿总会南欧教会王福胜牧师来到咱中间来敬祷，为着建堂来募款，请兄弟来关心代祷。第四点是建堂的预备，苏马县教会为着建堂要来预备。土鸡卵是一盒是120块，若是有兴趣的兄弟，大家会当伫礼拜后到1楼的来登记。若是有其他的农产品，请用手机来扫迄个 QR code 来看。第5点是具体的消息，林心荣姊妹伫7月9号安享主怀，愿主安慰遗族。即时请咱互相来请安。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让有过我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家人的主听，因为耶稣丰富善也主属听。咱犹原徛咧来因祝福的时光，新信息401首，完全能主上帝，今时煞请靠牧师来祝祷。感心勇敢。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要所基督的疼痛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特别要甲今仔日服侍的少年团契所有这青少年同在，嘛祝福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真侪味道。礼拜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